第117屆中國 KO 拳賽第2場比賽，紅方係嚟自福建嘅梁金華，身高1.70米，體重60公斤，綽號係齊天大聖。打 KO 拳賽，其樂無窮。佢對手係嚟自廣州嘅黃蕊，身高1.80米，體重65公斤，綽號係花無缺。我要贏。好啦，比賽開始。呢場比賽係廣州選手同埋福建選手嘅較量。我見到南方咧比較高，就係廣州選手，而嚟自福建嘅選手更加壯實。一開始就用擺拳進攻，雙方連續對攻啦。南方都用直拳出擊，雙方拳來拳往，相當瘋狂。我哋見到現場觀眾都係相當興奮嘅，南方飛身作爭，再用爭法出擊，而紅方拳頭好快，直拳打面，擺拳抽埋嚟。好啦，箍住頸部，呢下分開嘅。啱先嘅輪快攻咧，現場觀眾都係相當興奮。繼續較量，南方身高體長啦，用腿法再箍頸，壓住紅方。喺前鋪嘅時候咧，南方有身高優勢，就可以壓住對方。而紅方咧喺近距離就用勾拳打頭部，雙方並冇用膝法嘅，純粹係睇下邊個拳頭硬。紅方嘅擺拳幅度好大，而南方腳更加長啦，用掃踢。好啦，紅方呢下咧主動進攻，不斷向前推啦。南方睇準機會飛膝撞擊，都係俾紅方一拳打正。呢一種快節奏嘅搏火咧，都係令現場觀眾相當興奮嘅。雙方都不顧一切啦，猛用拳頭狂砌對方。好啦，紅方向前頂住，南方箍頸，睇下用唔用膝法咧？用唔到，用爭作頭部。我哋見到南方都係好似係鬥紅咗嘅獅子一樣，雖然比紅方更加白淨啦，但係打起嚟更加有威勢。睇慢鏡下，南方一個掃腿，紅方一個擺拳，幾乎同時打中。呢一場比賽係誰勝誰負咧？而家仲係充滿懸念，雙方打得相當猛啦，拳法對攻，再次前抱。中國 KO 拳賽就係唔計分、唔分回合，以打倒定勝負。所以睇下咧喺有限嘅時間之內，睇下邊個先可以重創對手。好啦，南方用低掃，紅方擺拳再箍頸，好啦，撳低南方頭部。但係咧呢下冇咩有效動作嚇，頭半分開，就用勾拳嘅。好啦，繼續較量，南方上嚟啦。由於手比較長，所以咧用直拳，南方更加有優勢。再次搏火啦，批爭啦。我見到南方嘅爭法都唔差嘅，喺近距離用爭作頭部，而紅方就用擺拳勾拳。紅方嘅拳法都係要斜向上先打到南方頭部，相對於嚟講都係更加費力。好啦，撳咗圍繩上，頭半彈開雙方啦，繼續前抱。好啦，分開。呢場比賽咧，雙方嘅鬥志都係相當可嘉。再飛膝撞擊，紅方趁南方落地咧，順勢再反攻。雙方用拳法對攻咧，都係難分勝負嘅。呢個時候睇下邊個能夠有鬥志，打到最後。好啦，開始南方箍頸撞膝，南方開始用膝法啦，再擺拳打正頭部，連續兩拳，再繼續追打。睇慢鏡下呢下撞膝，一下撞正腹部，繼續第二膝，紅方擋住咧都好傷，再個擺拳，打到應。跟住咧再第二手擺拳，連續兩膝加兩拳。南方有身高優勢啦，所以箍頸嘅時候撞膝係更加之有效嘅。繼續係硬食對方招式啦，對攻。好啦，呢個時候箍住頸部，南方就用膝法。南方喺之前未用過膝法嘅，而家開始用膝法咧，馬上有優勢啦。睇慢鏡呢下同時打中，都係硬食招上。觀眾見到呢一種對攻咧，都係好興奮嘅。好啦，比賽時間已經過半，睇下邊個能夠擊倒對手咧？繼續拳法對攻，南方以爭破拳，紅方繼續追擊啦。呢個時候雙方都有啲吃力嚇，但係咧依舊係想擊倒對手嘅。再上前批爭，連續批正頭部，裁判馬上分開啦，都係警告南方咧唔可以擊打後腦部。呢個時候咧見到紅方好似係想棄權啦，最終係棄權嘅，係由南方獲勝。南方相當高興嚇，都係因為紅方咧中招過多，頂唔順，宣布棄權，係由南方獲勝嘅。嘉賓上場為雙方選手頒獎獻花。